今天师父借这个机会来跟我们各地的雷友互相勉励啊，这是做人的道理。很多人念佛，但是他做人没有循规蹈矩啊，基本的礼义廉耻他不知道，完全没有基本做人的常识，很可惜。所以这一章我要提醒大家，做人的道理，心存的善念，天必复之。你只要心里面存在着善的念头，我怎么样去帮助别人，关心别人，让别人能够得到好处，我自己放在后头，没有自私自利，由衷的打从心底希望别人幸福安乐。你能够有这样念头，心存着善念，天必复之，龙天护法一定来保护你，疼爱着你的。天地的诸佛菩萨、龙天护法善神，都是看我们的念头啊！一动念，鬼神都知道。你的功德跟你的过失都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绝不含糊。所以你只要心存的善念，我要孝顺，我对朋友讲话守信用，我不能无缘无故去伤害别人。你如果心存的善念，天绝对保护你的。心存的歹念呢，天必兼之哦。你心存歹念呢，恶毒的念头、不好的念头、伤天害理的念头，那你得不到好处，也不可能长久的。早晚所有的厄运、灾厄的命运会发生在你身上。心存的贪念，天必弃之。如果你贪念，这我不该得的啊，这不是我的啊，我怎么去占有它呢？要去谋夺、去侵占别人呢？不可以啊！但是偏偏现在的人呢，实在太可怕了，每天都存着贪念。因为有贪念，所以你看人世间的水灾特别多。如果有嗔念，一定要报复，一定要伤害别人，这种嗔恨心很重的人，火灾就特别多。你看这一句话，心存贪念，天必弃之，龙天护法就远离你了，你没有贵人了，靠近你的都是小人，准备把你拉往黑暗的道路走，这是非常可怕的。以后做事就是坎坷不平，必然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命运。心存的净念，天必佑之。我们要有清净的念头，天一定来护佑你的。什么叫做净念呢？你看佛陀不贪、不嗔、不求、不执着、不嗔恨，他所有的习气完全彻底的消灭、改变，很清净的念头，我们的佛性就显露了。你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不管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你都了若指掌。为什么能够这样？因为你心存的净念，天必佑之。不但是天龙八部，所有的护法善神全部来拥护你的。所以各位，这一章很简单的道理，但是跟做人有密切关系。我们修行的人不能放弃这一块，我们必定要谨记在心，好好依教奉行。我们用这一章跟所有广大的十方念佛莲友们，大家互相勉励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